而家抱包啲嘅 ，OK 嘛係咪？呢一個，第二個，哦 ，OK，the third one，第三個，你抱下我啦，啱啱ออก嘛。哇，真係笑晒啦 ，OK， 第四個，哇，開心到要起腳嘅，好，之後仲有最後一個，the last one，佢話會即係驚走光，所以。哦，係，咁最後一個會係點樣啊？哇！你哋收唔收貨？係啊，出晒名啊！เป็นเอกลักษณ์ฮ่องกงเลยครับวันนี้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香港的特色。為什麼？係啦。冇 idea。佢有新嘅。呢個可以做新嘅表情包啦，可以當表情包咯。OK。อยากทำ啊，ฉันมีกล้ามแล้วตอนนี้。佢話佢而家有肌肉，佢都想做啊。咦？但係佢伸咗條脷出嚟。